乳頭凹陷 ，BB 好難埋身食，每次想捉佢埋身都會大喊，所以我一直都係泵奶。BB 而家2個月大，但我經常都會塞，成日有硬塊好痛，仲要泵好多次先泵得走，塞開成日都會塞。初生 BB 有時佢可能未係好識啜嘢嘛，而家去到2個月大，你可以試下睇下佢埋身食嘅情況會唔會好啲。嗱，因為咧乳頭凹陷咧係真係有時埋身食係會爭少少嘅。你話 BB 埋身食會大喊咧，因為始終埋身出奶嗰個 flow 咧冇奶樽咁好啊，變咗佢出得慢啲嘅時候咧，佢咪會扭計猛震咯。所以咧，如果你想試下再擺 BB 埋身食嘅話咧，你要手撳奶一陣，你見到啲奶開始滴滴滴或出得順啲嘅時候，你先擺 BB 埋身食。咁同埋咧，都係要確保 BB 唔好淨係含住乳頭，要含埋乳暈嘅位置，咁其實就會容易少少嘅。好啦，咁假設 BB 都真係唔係咁容易埋身食到，泵奶又容易塞奶嗰個情況呢，首先你要留意翻泵奶嘅次數泵成點樣啦。可能咧你覺得有少少乳房脹，你都已經要泵奶啦。同埋咧，要喺泵奶之前要做乳房按摩啦，因為按鬆啲奶嘅時候，就等佢泵就再容易得清得好啲啦。咁同埋咧，如果你有硬塊嘅時候泵咧，你可以用手輕輕捏住嗰個硬塊，等泵嘅時候咧，再幫你清得好一啲。咁同埋咧，你就要留意翻有冇食一啲容易塞奶嘅嘢啦，例如好膠質重，例如花膠雞腳，一啲高脂肪、高蛋白質嘅嘢，例如可能一啲滴雞精。有時有啲媽咪咧食過呢啲飲完呢啲咧，都會容易啲塞奶嘅。所以咧，可能你就要留意翻少少啲飲食。你如果比較容易塞奶嘅話咧，你飲嘅水分嗰度要更加多，起碼要去到2至3公升嘅清水，都會情況會有啲改善咯。